大家好，我係南市牧區建民區 Keep 組何銘安。我信主之前呢，我係一個退休嘅海關人員。我生活安穩，但係無所事事之後呢，就發覺自己漸漸養成咗飲啤酒呢個習慣，甚至去到上癮嘅程度。每一日呢，要飲個啤酒先覺得心靈安慰，但係導致我身體體重不斷咁上升啊！曾經重過198磅，身體健康開始惡化，但係我都唔會理嘅，冇悔改，繼續過自己縱容嘅生活。直到有一日我翻緊工咧，突然間覺得心口唔舒服，咁啊即刻去同上司講話，我想收工去睇醫生。當時內心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。佢話你身體出現咗大問題咧，你去到醫院睇睇啦咁我就去到急症室睇，醫生話俾我聽，何生你需要進行通波仔嘅血管手術。手術之後，我血管裏面放咗個支架，檢查顯示我3樣嘢高啦，就係叫三高啦，血糖又高啦，血壓又高啦，膽固醇又高。從此我需要食大量嘅藥物去控制個病情。經過多次出入醫院，我身體稍為好轉啲，但我總係感覺有人幫助我。一點點嘅康復之中，雖然我已經減到160磅，但係我問題未完全解決，我繼續受到飲啤酒呢個誘惑咧掙扎，直到有一日，我感覺神喺度提示我，你唔好再受魔鬼嘅引誘啦。我就喺信主嘅經過裏邊咧，我經過夫婦幸福小組裏邊嘅聚會，得到我 Keep 分享我嘅見證之後咧，我深深體會到神一直喺生命中保守我，多次拯救我，喺生命邊緣冇放棄我，佢提醒我，默默指引我。咁我同阿 Keep 講，我要決志信主，求主赦免我嘅罪，並認證我悔改，接受耶穌成為我嘅救主。喺幸福小組弟兄姊妹支持我嘅幫助，我每次都準時參加幸福小組嘅聚會，甚至喺阿 Keep 屋企裏邊分享同埋學習。透過小組嘅牧養，開始學習到關於信仰嘅知識，逐漸建立與神嘅關係。其後我都開始參加主日崇拜同埋唱詩歌班，我認識咗神同埋神嘅恩典。信之後，我生命有好大嘅改變。我決心戒別咗啤酒，雖然有時掙扎，但係靠神嘅力量，我幾乎完全戒咗啤酒。我嘅體重而家係150磅，我已經大大改善我嘅身體，我三高已經受到改善控制到，我感受到神嘅治療我身心，讓我有新嘅生命。而家每個星期日都會返教會崇拜啦，同埋我參加咗詩歌班，同聽牧師嘅分享，感受到內心平安喜樂。我積極參與小組嘅活動同埋教會嘅侍奉，透過唱歌、禱告、讀經咧，完全將我嘅生命交託俾神。回想我過去，我真係身心悔改，感謝主赦免我嘅改變，感到平安喜樂，一切榮耀歸主。記得訂閱親密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